大家好，睇世界盃最緊要有嘢食。今晚去坦洲整翻隻雞先。坦洲鎮喺中山市南部，隔離就係珠海，係中山嘅經濟重鎮。2025年全鎮 GDP 達185.2億人仔，總量排喺全市前列。產業方面，形成咗高端顯示、打印耗材、攝影器材、低空經濟呢啲特色集群，仲有百樂影像、成威科技、福坤航空呢批行業龍頭同隱形冠軍。第三產業佔比超過50%，服務業好發達。而家坦洲正向着15期間 GDP 突破250億嘅目標加快邁進。坦洲除咗呢啲產品出名之外，呢度都係食雞嘅好地方喎。我諗應該冇人會反對。今次嚟到大家好懷念嘅麗晶卡拉屋企對面喎，呢間鋪嘅燒雞都係即燒即賣。我就係貪佢睇得出掛住一隻隻風乾嘅雞同乳鴿，感覺衛生好多。遊客要先放入烤爐，用炭火高溫烤熟，大概要30分鐘時間。因為佢用炭燒，爐入面溫度高，但明火少喎，唔會將隻雞燒熟，反而可以鎖住啲汁水喎。買隻返去睇世界盃，慢慢享受食雞自由。原隻攞返嚟，自己搣開食，咁先有口感。睇住啲汁係咁流出嚟喎，真係好正喎！雞皮相當之脆，一層皮一層肉，咁咬落去呢份滿足感真係唔知點表達。你哋平時又中意邊度嘅燒雞呢？歡迎留言講下，多謝各位。